呢幾日全香港嘅心都俾一場無情大火燒到又痛又焦。大埔宏福苑一個本應係安樂窩嘅地方，上個禮拜三11月26號下晝變成咗人間煉獄。一場5級大火燒咗超過43個鐘，到而家官方數字係至少151人死亡，79人受傷，仲有54具遺體等緊親人去認領。呢個數字每一分每一秒都好似喺我哋心口上邊再除多一錘。呢場火係香港17年嚟第一次嘅5級火警，而佢嘅慘烈程度已經唔係用意外2個字可以輕輕帶過。各位觀眾，我係雞仔。現場嘅街坊影到片，話火勢由1樓嘅維修棚架燒起，僅6分鐘就由1樓劏上4樓，消防員接報5分鐘已經極速到場，但係佢哋抬頭一望，見到嘅係啲火好似有生命咁，沿住大廈外牆一路蔓延，直燒上31樓頂層，成棟樓好似一支巨大嘅火炬喺大埔嘅夜空瘋狂燃燒。火場入邊住咗超過4600人，當中有近40%係65歲以上嘅長者。你可以想象行動唔方便嘅佢哋面對急速蔓延嘅大火有幾咁絕望。有啲居民被困超過24個鐘先被救出，而為咗撲救呢場世紀大火，消防處出動咗超過1200名消防同救護人員，196架消防車，98架救護車。呢啲數字背後係一個城市嘅痛，同埋一班英雄嘅奮不顧身。我哋要向殉職嘅消防員何偉豪以及所有遇難者致以最深切嘅哀悼。但係悲痛過後，我哋必須要追問點解會燒成咁？點解個棚架好似助燃劑一樣？成個屋苑嘅大維修3.3億咁龐大嘅工程，究竟邊個負責監管？邊個要為呢場悲劇負上責任咯？而家全城嘅焦點慢慢指向一個人，曾任宏福苑業主、立案法團顧問、民建聯嘅大埔區議員黃碧嬌。究竟佢喺成件事入邊扮演緊一個咩角色？點解喺傳媒追問下佢會話唔清楚工程進度？今日就同大家一齊深入剝開呢場大火背後可能牽涉嘅種種問題。我哋先重回翻個火場。今次大火有個好致命嘅特點，就係向上蔓延極快，起火源頭好明確，就係1樓外牆嘅維修棚架。呢啲圍住成棟樓嘅棚架同安全網本意係保護下面嘅行人同進行工程，但而家變咗火勢嘅高速公路。有專家已經質疑呢啲棚網物料係咪符合阻燃標準？如果符合，點解會燒到咁通透啊？呢場火亦都暴露咗高層救火嘅世界性難題。當晚有市民見到消防處同警方出動咗無人機喺火場上空盤旋，你可能會諗係咪愛嚟滅火？好遺憾，答案係唔係。現場警務人員話，無人機主要用途係火場偵察同輔助照明，即係話喺幾百米高、結構複雜嘅高樓大火面前呢，我哋嘅科技力量呢係仍然有好多盲區。有內地傳媒訪問咗無人機公司嘅專家，佢哋嘅分析好值得我哋思考。專家話，而家高層滅火有2個方法，一係無人機帶水滅火，一係投擲滅火彈。但喺城市火災理論上帶水滅火效果更好。不過問題嚟啦，細型無人機根本頂唔順高壓水槍嘅後坐力。如果用大型無人機吊住條水喉上去，條水喉本身嘅重量再加埋空中嘅亂流，又會令到架機唔穩定，飛唔高嘅。簡單嚟講，唔夠力。咁另一方面咧，高樓大火咧產生嘅熱氣流同強風會形成複雜嘅亂流。你試諗下，火場上邊嘅空氣係極度混亂嘅，一般無人機飛上去，隨時好似風中落葉咁被吹走，根本做唔到精準作業。有專家指出，將來或者要靠無人機集群，即係10幾20架一齊行動，先有可能應付大型火災。但係今次我哋見到嘅係技術喺災難面前嘅無力感，所以歸根究底，預防永遠重過補救。如果個棚架物料係阻燃嘅，如果監管係嚴格嘅，呢場悲劇或者可以避免。而家成個屋苑8座樓有7座被波及，過千個家庭無家可歸。政府話會協調臨時住所，但係心靈嘅創傷同失去嘅至親又可以點樣安置？
講到預防呢，就一定要講宏福苑呢單3.3億元嘅大型維修工程，呢個先係今次事件嘅核心。根據香港01嘅報導咧，宏福苑嘅業主立案法團舊年應該係指2024年1月咧，通過咗一個3.3億元嘅大維修方案，要求全屋苑8座共1984戶分6期，每2個月要交16萬到18萬嘅維修費。你冇聽錯，係每戶可能總共要交過百萬嘅維修費。呢個天價方案一推出，當然引嚟極大嘅反對聲音同業主不滿。關鍵人物出場，喺通過呢個天價方案嘅法團，佢哋嘅顧問正正就係我哋嘅主角民建聯大埔區議員黃碧嬌。區議員做屋苑法團顧問其實唔出奇，本來應該係幫手協調，提供地區支援。但係當牽涉到咁巨額嘅工程，呢個顧問角色就好敏感啦。業主們不滿到咩程度？佢哋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成功召開咗特別業主大會。喺舊年9月，業主們以大比數通過咗2項重要決議。第一，罷免已經在位超過10年嘅舊法團；第二，選出新嘅法團代表，即係話業主用腳投票推翻咗之前通過天價方案嘅管理層。而隨住舊法團被罷免，作為舊法團顧問嘅黃碧嬌亦都隨即卸任。新上任嘅法團承諾會重新檢視份天價維修合約，同業主一齊監管工程。咁樣睇落，似乎係一場業主成功爭取權益嘅故事。但係悲劇就喺工程進行期間發生。根據法團會議記錄，呢個大維修工程舊年7月開始動工，工程包括重建天台太陽能板、窗楣批盪等等，而重點嘅棚架工程已經做咗超過1年。更加關鍵嘅係，今年2025年10月上旬，因為受超強颱風懷加沙影響，宏福苑嘅棚架結構出現損毀，需要進行加固修葺工作。呢一點非常重要，即係話火災發生前個幾月，啲棚架已經因為天災出個問題要額外整固。咁當時嘅整固工程有冇同時檢查或者更換啲安全網嘅物料呢？呢個係一個巨大嘅問號。火災發生之後，傳媒自然揾到曾任法團顧問嘅黃碧嬌，佢嘅回應可以話係引發咗第2波嘅輿論怒火。佢對有線新聞講咗幾點：第一，目前最重要協助居民；第二，唔清楚工程最新進度；第三，唔方便回應，希望交由執法部門調查。最惹人爭議嘅係佢補充話，因為呢一區區議員真係唔係我覆蓋，佢解釋自己嘅區內覆蓋範圍仲有廣福村，接獲宏福苑大維修嘅投訴唔多。呢個回應呢，好多市民同網民都唔收貨。你係前法團顧問，當日個天價方案通過，你喺個決策過程中有冇發揮過作用？工程展開之後，尤其係10月棚架損毀加固之後，你有冇以區議員同前顧問嘅身份去關注個工程安全啊？定係好似佢所講要去到研究討論咁深？我未曾去到有呢個信息完全置身事外。作為區議員，就算唔係覆蓋該選區，但係對於轄區內咁大型涉及幾千居民安全嘅工程，係咪應該有更積極嘅關注？定係好似網民咁講，有榮譽就領，有鑊就卸？一場死傷過百嘅悲劇，社會絕對唔會只係停留喺哀悼、問責同查找真相係必須行嘅路。咁香港可以點樣做呢？香港01訪問咗前監警會主席、資深大律師梁定邦，佢就俾出咗2個法律上嘅路徑。梁定邦提出嘅2種調查路徑呢，一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法律依據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。特點與優點：調查職權範圍可由行政長官廣泛決定，能夠深入探究事故嘅系統性成因，例如監管制度缺陷，並可處理問責事宜。缺點同挑戰往往耗時甚耐，花費巨大，例如英國調查格倫費爾大樓火災嘅獨立委員會，歷時8年，花費約20億港紙。同時，委員會嘅職權範圍設定係對特首政治智慧嘅考驗，太寬或者太窄都唔合適。過往如南丫海難嘅調查，最終報告亦都未包含問責事宜。路徑2，召開死因研訊。
特點與優點，程序相對聚焦，用時較短，預計調查數月後開庭，審結後能有清晰結果。為提升權威性，可委任資深法官，如上訴法院級別主理。缺點與挑戰，核心係判定死因，雖會調查直接因果，但對於更廣泛嘅問責同埋制度問題本身則概括唔到。梁定邦大律師話：死因庭係一定要做嘅，甚至可以同獨立調查委員會一齊進行。不過就要特首去判斷值唔值得。佢強調，無論邊種形式都應該委任資深法官處理，例如終審法院法官，以增加公信力。另一方面呢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呢就有唔同睇法。佢認為呢，唔好用捷就用尚方寶劍，指獨立委員會。佢主張應該先由行政長官親自主導一個工作小組，喺1至2個月內迅速徹查成因，同埋明確指出需要負責嘅人員同公司，甚至將失責者列入永久黑名單。佢認為呢，快速交代邊個需要負責同具體處分係解開社會心結嘅關鍵啦。如果市民唔收貨，先再啟動獨立調查。田北辰呢更加批評啊，政府對呢類棚架等臨時建構物嘅監管呢近乎空白，基本上係後果自負。佢要求政府半年內立法規管棚架，明年底完成所有臨時結構物嘅立法。睇到兩種唔同嘅取態未？一邊係希望透過嚴謹但漫長嘅司法程序掘深啲，另一邊就希望以行政手段快狠準咁交代責任同改革。梁定邦提醒，如果淨係用工作小組形式，就無法引用調查委員會條例小組嘅取證同詢問，唔受司法程序保護。證人講大話都可能唔使負刑事責任，呢個又係一個兩難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可以將黃碧嬌嘅處境擺翻入呢個問責框架入邊睇。如果最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佢作為前法團顧問，好大機會會被傳召作供，要喺宣誓下講清楚當時嘅角色同所知情況。如果淨係死因庭，焦點可能只係起火直接原因，佢嘅政治責任壓力或者會細啲。而田北辰式嘅快速問責，會唔會令到某啲官員或者區議員成為觸辦對象以平息民憤？呢啲都係未知之數，但係可以肯定，黃碧嬌一句唔清楚，絕對唔能夠成為免死金牌。宏福苑嘅慘劇唔係一個孤立嘅事件，佢只係將全香港積累咗幾十年嘅舊樓維修亂象，用最慘痛嘅方式暴露喺我哋面前。田北辰議員講得啱啦，政府對永久建築有晒規管，但係對棚架呢類臨時建構物監管係極之不足。之前 MIRROR 演唱會屏幕墜落意外已經係一次警告，但係似乎未夠痛。今次係用過百條人命嚟警告。香港幾十年樓齡嘅屋苑多嘅是大維修工程無日無之。呢個市場水有幾深？幾多所謂嘅顧問公司、工程公司同法團成員，甚至地區人士之間存在千絲萬縷嘅關係？幾多工程係圍標產生嘅天價合約、物料質素、施工安全有冇嚴格把關？當一個區議員兼任法團顧問，佢嘅角色係純粹義務提供地區資訊，定係某種利益關係嘅潤滑劑？呢啲問題，平時業主抗議可能只係被當成麻煩友，但係今次大火之後，每一個參與決策監管嘅人都可能要面對良心底嘅審判同法律嘅追問。黃碧嬌嘅個案反映咗一種典型嘅香港地區政治生態。區議員藉住參與地區事務，例如做屋苑法團顧問，嚟建立人脈、鞏固票源。當一切順利，呢啲就係政績；但當出咗大問題，就好容易陷入角色混淆嘅危機。你究竟係以顧問身份提供專業意見，定係以區議員身份監督政府同服務市民？兩個角色嘅責任界線喺邊？當記者追問嘅時候，用唔係我覆蓋嘅選區嚟嘗試劃清界線，係咪一種對選民同市民負責任嘅態度？特別係當你曾經以顧問身份涉足咗一個爭議極大嘅天價維修方案呢？民建聯作為香港最大嘅政黨，面對旗下區議員牽涉入世紀災難嘅質疑風波，至今嘅表態亦非常模糊，係全力支持同事，定係會敦促佢更積極面對公眾疑問？呢場火
燒出嚟嘅唔單止係棚架嘅安全問題，仲有地區治理、政治問責同政黨操守嘅連串問題。講到最後，我嘅心情依然係非常沉重。火災現場有超過1000名市民自發去獻花悼念，一朵朵白花係對逝者嘅不捨，亦係對生者嘅勉勵。我哋哀悼，因為生命可貴；我哋追問，因為真相必須大白；我哋要求改革，因為我哋唔想再有下一個家庭承受同樣嘅痛苦。總結翻成件事，我哋需要嘅至少有以下幾樣嘢：一、徹底嘅真相，唔係頭痛醫頭嘅報告，而係要透過有公信力嘅程序，無論係獨立調查定死因庭，查清由棚架物料、工程監管到救援反應嘅每一個環節。而清晰嘅問責，邊個環節出錯，邊個人或公司失職，必須要承擔相應嘅法律同行政責任。一句唔清楚，唔係我覆蓋，唔可以成為終點。三、即時嘅制度保留，政府必須以最快速度檢討同立法規管所有臨時建築結構，尤其是全港各區進行緊嘅維修棚架，要立刻做安全大排查。四、長遠嘅社區反思，我哋作為業主，作為市民，對於自己屋苑嘅巨額維修工程，係咪應該有更高嘅警覺性同參與度？點樣防止圍標？點樣監察工程質量？係每個社區都要上嘅一課。黃碧嬌女士作為一位資深區議員同前法團顧問，喺呢個時刻，社會對你嘅期望絕對唔只係協助居民咁簡單。你掌握嘅資訊，你過去嘅角色，對於查明真相可能有重要幫助。逃避同劃清界線，只會令公眾嘅疑慮同怒火更加高漲。勇敢咁、坦誠咁面對公眾同調查機構，先係對居民、對選民、對所有遇難者最基本嘅尊重。願逝者安息，生者堅強。我哋唔會忘記呢場教訓，呢場火唔應該白白咁燒完。我哋下次再傾過。